镜头转来看国内，健保署公布上新的药价，讲会当互健保减开55亿。不过嘛引起药界烦恼，因为健保有降价有90%，拢是旧桥啊，这恐惊会害部分的药厂搁退出台权，影响患者的权益。卫生部长许瑞元是表示，以今年55亿来看，这个调整影响应该无遐大。健保署公布上新的药价调整，今年拢总有4568项药品的价格有变动，其中调降4551项，调升17项。药价降上济前3名是心脏血管、神经系统、全身性抗感染剂用药。新药价会伫4月7日正式实施。所谓3高跟慢性疾病的用药，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做所谓太大的幅度的一个变动。还是要保障医生的用药的权利，以及要考量到民众用药的品质。来做进一步用药品项目来看，健保药价降上济是治疗大肠直肠癌的药治加静脉输注浓缩液，调整的幅度达到35%。黏癌治疗用药来地乳膜一定调降2成8%。强生苗地位药粒调整的幅度嘛达到27%。健保署表示，剩落来的药费用伫新药啊、新科技，按过药界嘛烦恼。健保药价降价90%拢是老药啊，未来恐惊会造成部分药厂退出台湾市场，影响到慢性病患用药的权益。这个压力在这些慢性病的用药上，其实对社区药局甚至是医院在采购上面来说都非常的辛苦。可能未来在半年、1年内，通常这些受到砍药价影响的药厂，可能就会评估是否要续留，或者是要退出台湾。如果说可替代性是比较差的，那我们通常就不会在价格上面给它太低，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调整。那以今年55亿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历年来算是比较少的。许瑞元表示，所讲的降药价是当年做药价调查，有一寡是药的专利期过啊，药价当然会降价；当然有一寡是老药的介绍也会重新调整，拢会考虑到药在临床的替代性如何。若做药厂认为药价降价无合理，会当加健保署申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